喺香港某間國際學校嘅畢業典禮觀眾席上，謝霆鋒舉住手機滿臉寵溺咁影住舞台上嘅 Lucas， 身旁嘅張柏芝低頭講嘢嗰陣，發梢不經意掃過謝霆鋒嘅手臂，謝霆鋒不但冇躲，反而湊到佢耳邊溫柔問細仔想攝乜嘢。更震撼嘅係，謝霆鋒將規模高達10億港元嘅家族信基金全權交俾張柏芝管理，包括4.2億尖水灣豪宅、2.8億餐飲公司股份、每年5000萬版權收益同埋1.2億嘅23把限量版吉他。呢個唔係炒作，而係張柏芝用10幾年嘅真心同靠譜，徹底贏走咗謝霆鋒毫不設防嘅愛同絕對信任。網上總有人話張柏芝高明，話佢靠子女綁住謝霆鋒，卻冇人睇懂佢嘅高明從來唔係算計，而係用10幾年嘅靠譜同真心贏走咗謝霆鋒最珍貴嘅信任。呢份信任藏喺信基金交佢管嘅實取入面，仲喺仔女教育聽佢意見嘅默契入面，更藏喺佢睇佢嗰陣嗰個毫不設防嘅眼神入面。娛樂圈嘅眼神從來唔會講假話，特別係愛同唔愛。謝霆鋒睇張柏芝嘅每一個眼神都寫住我在乎，藏住旁人攞唔到嘅溫柔。喺娛樂圈，明星嘅資產分配從來都係信任試金石，特別係涉及幾十億嘅信基金，揀邊個嚟管理，本質上係揀把最珍貴嘅嘢交俾邊個。謝霆鋒把信基金交俾張柏芝唔係一時衝動，而係眼神入面藏唔住嘅完全信任。去年年底，香港財經時報曝光咗呢份信基金嘅核心條款，總規模約10億港元，涵蓋謝霆鋒喺香港淺水灣嘅豪宅市值4.2億，內地3家餐飲公司嘅股份估值2.8億，個人音樂版權及創作收益每年約5000萬，同埋佢珍藏嘅23把限量版吉他估值1.2億。條款明確規定，3個仔未滿18歲前，所有資金嘅使用包括教育、醫療、生活，必須經張柏芝簽字確認。年滿18歲後，重大支出例如留學創業，仍需要佢同信顧問共同審核。呢份條款嘅信任濃度極高，業界人士解讀，一般家族信會設2至3個監護人，避免單人決策風險，但謝霆鋒只係揀咗張柏芝，等於把3個仔嘅未來全交喺佢手上。簽約當天嘅細節更灼人。律師事務所嘅工作人員透露，謝霆鋒全程冇點睇條款細則，反而喺張柏芝核對教育基金每年話半額度嗰陣，主動遞過佢常用嘅鋼筆，還幫佢翻到需要簽字嘅頁碼。佢問呢筆錢用喺仔留學係唔係需要提前報備，佢直接話唔使你定就得，眼神入面冇絲毫質疑，只有篤定。更令人感慨嘅係信入面嘅特殊條款，謝霆鋒特意明23把限量版吉他入面有5把要在 Lucas、Quintus 同埋細仔18歲嗰陣，有張柏芝親手交俾佢哋，附言希望媽媽話俾你哋知爸爸當年初嘅熱愛。工作人員話佢寫附言嗰陣，張柏芝站在旁邊睇，佢抬頭對佢話以後要辛苦你講俾仔聽啦，眼神入面帶住點撒嬌嘅依賴，像把心事交託俾最信任嘅人。呢份信任唔係憑空嚟嘅，早在2018年。謝霆鋒就把3個仔嘅日常教育經費每年約800萬交俾張柏芝管理，從來唔使查賬。有次媒體問佢唔怕錢被亂花咩？佢笑住話佢比我細心，知道該花喺咩嘢地方。講呢說話嗰陣眼神入面嘅驕傲藏都藏唔住。後來大家才知道，張柏芝把每一筆支出都記喺賬本上，包括仔嘅學費、興趣班費用，甚至買文具嘅錢，每年年底都會整理成報表俾謝霆鋒，卻從來唔話你應該睇睇，只係話俾你留個底。呢種靠譜讓謝霆鋒嘅信任越來越深。去年信簽約後，有朋友問佢點解咁放心，佢提到一件事：細仔幼稚園畢業嗰陣需要定製紀念冊，張柏芝對比咗5間印刷廠，還自己設計封面，最後把樣板俾謝霆鋒睇嗰陣，佢話隨便揀一個就得，佢卻認真話仔嘅第一次畢業冊要最好嘅。佢話從嗰件事我就知道佢對仔嘅事比我還上心，把信交俾佢我放心。講呢說話嗰陣，佢嘅眼神入面冇絲毫猶豫，只有對佢嘅全然認可。如果話信基金係大方向嘅信任，咁仔嘅教育就係細節入面嘅信任。從揀學校到報興趣班，從處理仔嘅小脾氣到規劃未來，謝霆鋒幾乎事事聽張柏芝嘅意見。佢睇佢講教育嗰陣嘅眼神，冇爭執冇質疑，只有你講得對，聽你嘅認同。最典型嘅係 Lucas 揀國際學校嘅事。2022年 Lucas 小學畢業需要揀中學，張柏芝用了3個月時間跑進香港12間知名國際學校，每間學校都做了詳細調研，課程設置、師資力量、升學量，甚至食堂嘅飯菜質量，整理成一本厚厚嘅筆記。佢把筆記俾謝霆鋒睇嗰陣，係喺自己家嘅客廳入面，茶几上攤滿咗資料。佢邊翻邊話呢間學校有音樂特長班。Lucas 喜歡吉他，剛好能發揮。不過嗰間嘅體育設施更好，佢愛打籃球。謝霆鋒冇打斷佢，只係坐在旁邊，手上拿住一杯佢泡嘅熱可可。
眼神跟住佢嘅手指喺資料上移動，偶爾點頭。等佢講完，佢返到佢標手揀嘅嗰間學校，問你覺得呢間最合適？佢點頭話老師，我見過好懂仔，而且離家近，方便佢兼顧興趣班。佢立刻話聽你嘅就揀呢間。講呢說話嗰陣眼神入面冇絲毫敷衍，反而帶住幸好有你嘅慶幸。後來學校面試，張柏芝陪 Lucas 準備咗2，每天晚上幫佢練口語模擬面試。面試當天，謝霆鋒本來有個重要嘅工作會議，卻特意推掉陪佢哋去學校等候。張柏芝幫 Lucas 整理領帶，有點緊張咁話：萬一佢緊張忘詞點算？謝霆鋒伸手拍咗拍佢嘅肩膀，眼神入面帶住安撫，有你幫佢準備肯定冇問題。簡單一句話，卻藏住對佢嘅全然信任。還有 Quintus 學鋼琴嘅事。Quintus 5歲嗰陣，張柏芝發現佢對鋼琴有興趣，想請名師教佢。謝霆鋒有個朋友係知名鋼琴家，本來想推薦，卻被張柏芝婉拒咗。佢對謝霆鋒話：我聽咗嗰位老師嘅課，佢教得太嚴厲。Quintus 現在還小，要先培養興趣，然後拿出自己揾嘅另一位老師嘅資料。呢位老師擅長用遊戲教仔，我帶 Quintus 試聽過1次，佢好喜歡。謝霆鋒冇反駁，只係笑住話：你比我懂仔，聽你嘅。後來 Quintus 第一次鋼琴表演，張柏芝特意俾謝霆鋒錄了練習影片。佢睇完後喺微信入面話：教得真好，你揀老師嘅眼光比我好，還加咗個點讚嘅表情。呢種主動認可比任何甜言蜜語都更動人。佢睇佢分享仔進步嗰陣嘅眼神，滿係欣慰與認同。像喺話：幸好有你把仔教得咁好，甚至處理仔嘅小脾氣，謝霆鋒也聽張柏芝嘅。去年細仔因為唔想練書法鬧脾氣，把毛筆扔喺地上。謝霆鋒本來想批評佢，卻被張柏芝拉住。佢蹲低身，耐心跟仔話：書法係你自己揀嘅興趣班，唔可以因為難就放棄。媽媽陪你一起練好唔好？仔慢慢平靜落嚟，後來真的跟住佢一起練。謝霆鋒站在旁邊睇住佢溫柔處理嘅樣子，眼神入面冇絲毫唔滿，反而帶住點還好聽你嘅慶幸。後來佢跟朋友話：換做我肯定會兇佢，還是佢有辦法。講嘅說話嗰陣眼神入面嘅佩服藏都藏唔住。呢種事聽佢意見唔係冇主見，而係信任。佢知道佢花喺仔教育上嘅時間比自己多，知道佢比自己更懂仔嘅性格，更知道佢做嘅每一個決定都係為了仔好。網上總話張柏芝高明，話佢會拿捏謝霆鋒，卻冇人睇到呢份高明嘅背後係佢10幾年如一日嘅真心同靠譜。佢從唔用仔綁架佢，從唔用信任索取乜嘢，只係默默做好自己該做嘅事，用行動贏嚟佢眼神入面嘅信任。最讓謝霆鋒動容嘅係謝賢生病住院嘅事。2021年，謝賢因為心臟病住院，需要做微創手術。當時謝霆鋒正在內地拍戲，趕唔返嚟，急得團團轉。張柏芝知道後，第一時間趕到醫院，忙前忙後，幫謝賢辦理住院手續，跟醫生溝通手術方案，每天煲湯送到病房，甚至晚上喺醫院陪床。謝賢後來喺房入面話，嗰段時間多虧了柏芝，佢比霆鋒還細心，知道我喜歡飲冬瓜排骨湯，每天換住花樣做，還幫我刷新剪指甲，俾親女兒還親。謝霆鋒趕返嚟後，睇到病床上精神唔錯嘅父親，又睇了睇旁邊眼睛泛紅嘅張柏芝，冇講乜嘢，只係伸手抱咗抱佢，眼神入面嘅感激同心疼藏都藏唔住。後來佢跟朋友話，嗰陣我就知道，佢唔單止對仔好，對我家人也好。呢樣嘅人，我點樣能唔信任？張柏芝嘅靠譜還體現在佢從唔拿信任炒作。佢管理住10億信基金，卻從唔喺社交平台提一句。佢主導仔嘅教育，卻從唔話都係我喺度管，反而每次訪都提霆鋒好關心仔，經常打電話問學習情況。有次媒體問佢管理咁多資產會唔會有壓力，佢笑住話都係為了仔。霆鋒信任我，我就唔可以辜負佢。講呢說話嗰陣語氣入面冇絲毫炫耀，只有踏實。呢種唔炫耀唔索取，讓謝霆鋒嘅信任越來越深。去年佢嘅餐廳開業，有記者問會唔會讓張柏芝參與管理，佢笑住話佢要是願意，我當然歡迎。唔過佢現在主要精力喺仔身上，我唔想俾佢添麻煩。講呢說話嗰陣眼神入面嘅體貼藏都藏唔住，佢知道佢嘅重心喺邊度，也尊重佢嘅選擇。呢種雙向理解係信任嘅最好底色。還有差一件事更能體現佢嘅真心。去年謝霆鋒因為拍攝動作戲受傷，手腕縫咗8針，唔能做飯。張柏芝知道後，每天晚上都會做好飯菜送到佢家入面，還幫佢收拾屋企，卻從唔話你該謝謝我，只係話仔想爸爸了，順便俾你帶點食嘅。有次佢送完飯要走，謝霆鋒叫住佢話謝謝你辛苦了，佢笑住話冇事，你好好養傷。轉身嗰陣，佢睇住佢嘅背影，眼神入面嘅溫暖藏都藏唔住。
呢種真心換真心，讓佢哋嘅信任越來越牢固。謝霆鋒睇佢嘅眼神，從最初嘅試試睇睇，變成後來嘅全然放心，再到現在嘅依賴認同。呢份眼神入面嘅變化，係對佢高明嘅最好證明。去年夏天 Lucas 嘅籃球比賽現場，張柏芝穿住藍色英援 T 恤喺場邊為仔加油，嗰陣頭髮被風吹亂，謝霆鋒站在佢身邊，冇絲毫猶豫，伸手幫佢把碎髮別到耳後，指尖滲過佢臉頰嗰陣，張柏芝抬頭睇佢，兩人嘅目光喺空氣入面撞咗一下，又迅速移開，卻都紅了耳根。後來 Lucas 跑過嚟飲水，謝霆鋒遞過礦泉水，卻先扭開瓶蓋，再遞俾張柏芝，話你先飲，剛喊咁久。呢份下意識嘅心疼係佢對旁人從未有過嘅細膩。有次細仔第一次鋼琴表演，謝霆鋒推掉了原本定好嘅工作行程，特意趕去現場。表演結束後，佢抱着細仔轉頭睇到張柏芝喺度影相，立刻調整姿勢，讓佢能影到更完整嘅畫面。回家嘅路上，張柏芝話今天辛苦你了，還特意推了工作。謝霆鋒卻笑住話仔嘅第一次表演點樣能少了我，又何況能和你一起睇更開心。佢講呢說話嗰陣，眼神落在張柏芝臉上，滿係坦誠嘅歡喜，冇絲毫掩飾。點解謝霆鋒對張柏芝嘅眼神始終唔一樣？因為佢從未放下過呢份愛。當年分開係年少衝動嘅誤會，可10幾年入面，張柏芝默默守護佢嘅尊嚴，照顧佢嘅仔女，用真心煲熱咗呢段關係。佢慢慢睇清呢個女人懂佢嘅軟肋，知佢嘅渴望，係佢呢輩子最想珍惜嘅人。所以佢睇佢嘅眼神，才有了藏唔住嘅心動，有了旁人難及嘅溫柔。張柏芝對謝霆鋒嘅愛，從來都藏喺細節入面。佢從唔用仔綁架佢，而係用10幾年嘅真心等佢睇清自己嘅心。謝霆鋒喺內地拍戲嗰陣，曾因壓力大患上失眠。張柏芝知道後，偷偷託人從香港帶過去佢從小飲嘅安神茶。後來謝霆鋒喺房入面提到呢件事，眼眶泛紅。只有佢記得我飲呢個茶嘅習慣，連我媽都忘了。呢份記掛唔係刻意討好，係刻喺心入面嘅在意。有一次謝霆鋒嘅音樂工作室遇到版權糾紛，焦頭爛額嗰陣，張柏芝冇打電話追問，而係直接聯繫自己嘅律師朋友，幫佢整理證據，對接團隊。等謝霆鋒忙完才知道，張柏芝為了幫佢，連住幾天冇睡好，眼底都係紅血絲。佢抱着佢話辛苦你了。張柏芝笑住話你喜歡嘅事，我當然要幫你。呢份默默嘅支持冇轟轟烈烈，卻比任何甜言蜜語都更動人。張柏芝對謝霆鋒嘅愛還藏喺佢從唔爭嘅態度入面，哪怕外界有再多關於佢哋關係嘅猜測，佢都從唔講乜嘢，只係做好自己嘅事，照顧好仔，支持佢嘅事業，喺佢需要嗰陣及時出現。有媒體問佢會唔會擔心同霆鋒嘅關係，張柏芝笑住話我哋心入面都清楚彼此嘅份量，唔使急住證明乜嘢。呢份豁達唔係裝出嚟嘅高明，係對感情嘅篤定，係對謝霆鋒嘅信任。最讓謝霆鋒動容嘅係去年父親謝賢生病住院嗰陣，張柏芝第一時間趕到醫院，忙前忙後辦理手續，還每天煲湯送到病房，細緻到記得謝賢喜歡飲嘅湯品口味。謝賢拉住謝霆鋒嘅手話柏芝呢個仔心細又重情，你要好好對佢。嗰一刻，謝霆鋒睇住病房外張柏芝忙碌嘅背影，終於確定呢個女人才係佢呢輩子該牢牢抓住嘅人。佢後來私下對朋友話：我以前太傻，差點錯過最愛我嘅人。話入面嘅溫柔藏都藏唔住，真正嘅愛情從來唔需要刻意秀恩愛，而係一個眼神就能懂嘅默契。謝霆鋒同張柏芝嘅默契藏喺食飯嗰陣點對方愛食嘅菜入面，藏喺散步嗰陣自然牽起嘅手心入面，藏喺照顧仔嗰陣同步嘅動作入面，係歲月沉澱後愛情最動人嘅模樣。去年年夜飯，張柏芝喺廚房做飯，謝霆鋒主動進去幫忙，兩人一個切菜，一個炒菜，唔使講話，謝霆鋒就知道張柏芝要嘅調料喺邊度。佢記得佢唔食蔥炒菜嗰陣特意避開，記得佢喜歡食偏甜嘅醬油，特意換了佢常買嘅牌子。食飯嗰陣，謝霆鋒夾了一塊排骨俾張柏芝話：你上次話想食，我特意學嘅。張柏芝笑住咬了一口，眼入面滿係幸福。呢樣嘅細節冇提前約定，卻像刻喺骨子入面嘅習慣，滿係愛意。還有一次，兩人帶細仔去遊樂園，細仔鬧住要坐旋轉木馬，張柏芝怕仔害怕，想陪住一起坐。謝霆鋒立刻話：你陪佢，我喺下面影相。佢知道張柏芝有輕微嘅頭暈，卻冇講破，只係默默喺下面守住。等佢落嚟嗰陣，遞過提前準備好嘅溫水，還細心咁幫佢擦去額頭嘅薄汗。細仔喺旁邊笑住喊：爸爸對媽媽真好。兩人對視一眼，眼入面嘅溫柔能溢出嚟。謝霆鋒曾在房入面被問到乜嘢係幸福，佢冇直接回答，只係笑住話：回家能食到熱飯，身邊有懂你嘅人就夠了。呢說話入面懂你嘅人，顯然就係張柏芝。佢睇張柏芝嘅眼神，從當年嘅熱烈衝動變成了如今嘅溫柔篤定。呢份變化入面藏住歲月嘅痕跡，
更藏住從未改變嘅真心。網上總話張柏芝贏了，其實佢贏嘅從來唔係手段，係佢用10幾年嘅真心證明了自己值得被愛。謝霆鋒嘅回頭唔係妥協，係佢終於睇清內心，揀咗最對嘅人。佢哋嘅愛情從來唔係一個人之努力，係兩個人之雙向奔赴。張柏芝懂謝霆鋒嘅每一份堅持，佢喜歡音樂，佢就幫佢整理創作手稿；喺佢遇到瓶頸嗰陣陪佢熬夜；佢喺扶家人，佢就用心照顧佢嘅父母，讓佢冇後顧之憂；佢想做個好爸爸，佢就幫佢喺仔面前維護尊嚴，陪佢一起參與仔嘅成長。佢從唔用愛綁架佢，而係用理解溫暖佢，用付出打動佢。而謝霆鋒有在用行動回應呢份愛，佢會為了陪佢同仔推掉工作，會記得佢嘅喜好同習慣，會喺佢需要嗰陣第一時間出現，會喺公開場合坦然承認對佢嘅喜苦。其實感情入面從來冇高明嘅算計，只有值得嘅真心。張柏芝值得謝霆鋒嘅愛，因為佢用10幾年嘅時間證明了自己嘅心情與堅定。謝霆鋒值得張柏芝嘅等，因為佢最終睇清內心，揀咗雙向奔赴。佢哋嘅愛情曾因誤會分開，卻喺歲月入面重新發芽。3個仔唔係綁住彼此嘅籌碼，係佢哋愛情最珍貴嘅見證，係呢份感情入面最溫暖嘅牽掛。最後想問問大家，你覺得最好嘅愛情係乜嘢模樣？係像謝霆鋒同張柏芝呢樣歷經風雨後依然揀彼此，還係一開始就順順利利嘅陪伴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看法，我哋一起聊聊。畢竟愛從來唔係一個人嘅獨角戲，係兩個人嘅雙向奔赴。謝霆鋒同張柏芝終於喺兜兜轉轉後，揾返了屬於佢哋嘅幸福。